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。这个南甲北的候选人，早起拢到艋舺来拜票。黄珊珊到龙山市，周万安到公照宫。啊，号称是第四组候选人呢，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暝阁来开炮咯。针对着陈时中甲家己疫苗的政策拍90分，郭文哲是甲经体甲算价真唔爱听。啊，早起伫北投扫街的陈时中来回应郭文哲无口德。啊，那周万安嘛批评陈时中自我感觉良好，应该去问为着病毒往生者的家属，防疫政策甲拍几分。台北落雨过降温的这天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周万安来到艋舺公照宫参香祈福。另外一边，黄珊珊嘛伫艋舺龙山市，只是两位真正走行程的候选人，为地热度拢比袂过无要选的台北市长郭文哲。陈忠说他防疫85分，买疫苗90分。前一天传珊珊上直播，讲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家己评分担任防疫指挥官，疫苗政策有90分。郭文哲真直觉的反应，各一摆引起讨论。陈时中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，因为染疫而死亡民众的家属会为他打几分。当一个市长哈，用这样的话语哈，其实显露自己的没有口德而已了哈。我想他人活到这个年纪，倒也改不过来了哈。在死者上面做文章，其实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陈市长无伫艋舺，毋过回应相关问题。前一天暗时参加政论节目嘛，拄好讲到防疫。那蒋万，你争取了什么了？没有，他从来公开私下从来没有争取，所以这个好像不是伊的代志啊。他根本胡说八道。台北是12个行政区，我为大家争取相关的防疫物资。陈市长和周万安两个人你来我往，互相对话。防疫话题看起来暂时未伫台北市长的选战当中消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